同屋企玩撲克唔同嘅係，喺賭場玩會有佢特定嘅禮儀，例如點樣落注同點樣玩。喺呢度，我哋為大家準備咗啲實用嘅小技巧，可以令到你玩嘅時候更加有自信，望落都唔會似新手啊！技巧一，喺任何情況下都唔好俾其他玩家或者任何人睇到你嘅牌，保持牌面向下，緊貼住台面，咁樣你就只需要揭開少少就可以睇到張牌啦。另一個小技巧就係要留意下你自己嘅破綻。破綻指嘅係一啲你行為同舉止上嘅變化，因為咁樣可能會泄露自己有咩牌。例如眼神交流嘅變化，變得興奮或者心不在焉，手震甚至出現唔同嘅面部表情，所有都可能會唔小心透露咗自己手牌嘅資訊。留意自己會唔會露出破綻，亦唔係玩撲克嘅一項要求，只係玩撲克嘅一個策略啫。而家我哋就嚟講下籌碼啦，點樣放置同使用籌碼都係非常重要嘅。你需要將籌碼搭起，放喺自己面前，令每位玩家都可以睇到你嘅籌碼。千祈唔好將籌碼拎到台面以外嘅地方，呢個行為係唔許可嘅，因為所有玩家都要睇到對方嘅籌碼，咁就可以互相比較同制定策略啦。另一個經常被問到嘅問題就係，有冇所謂正確嘅落注方式呢？呢度要講嘅並唔係落幾多注，而係點樣落注。換言之，討論嘅重點就係點樣落注先可以避免引起其他人嘅誤會。落注嘅時候，玩家可以口頭講出落注金額，亦可以喺唔講任何嘢嘅情況下放低籌碼，而口頭落注會更加清晰，而且有約束力。佢嘅約束力甚至高過遊戲台上面嘅動作。所以舉個例啊，如果你話要加20蚊注，但係唔小心將10蚊放咗喺台面咧，發牌官就會以你口頭落注嘅金額為準㗎啦。落注嘅時候，仲有啲行為係唔許可嘅。舉個例啊，如果你要加注，就必須一次過放好晒所有加注嘅籌碼。加注嘅時候，你唔可以先放低一啲籌碼，然後再拎一啲出嚟。呢種行為叫做混亂加注。你喺屋企玩撲克嘅時候，混亂加注可能係冇問題，但係賭場玩嘅呢就唔可以咁做啦。喺落注嘅時候，都係以你放喺彩池嘅第一筆籌碼為準。當然，除非你口頭講嘅金額同擺低嘅籌碼數目有所出入啦。仲有一個好常見嘅情況要提一提，就係你唔好似電影情節咁話，我跟你，同時我要再加一啲。跟住同加注係兩種唔同玩法嚟嘅，你只可以選擇其中一種，唔可以兩種同時執行嘅。而家相信大家都了解咗撲克入面嘅重要禮儀啦，但準備去玩嘅時候都要記得明智投注啊！